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轄下，特區政府喺皇崗口岸今年6月，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呢幾則報道，唔知你有冇睇過、聽過？其實佢哋都唔係傳統傳媒或者獨立傳媒嘅報道，更加唔係觀台香港電台，而係政府新聞處外判承辦商嘅製作。咁樣外判一年要使幾多錢？324萬。根據政府嘅公開資料，承辦商需要提供至少一個數碼媒體記者，內容包括採訪、寫稿、拍片、配旁白、現場報導。合約期12個月，除翻開每個月就27萬。中標公司叫八方當媒體集團，雖然叫集團，但註冊地址係屯門兆康苑一個居屋單位。2019年之前，佢哋甚至仲係地產公司。呢間公司由2022年開始中標，由最初243萬，政府要求最少4個人，到2023年開始就變成最少1個人就 OK， 但標價反而升到272萬，去到舊年仲創新高464萬。5年標案加埋佢哋就賺咗政府近1700萬，拎咗咁多錢，咁佢哋有咩成績出嚟？我哋睇翻過去2個禮拜喺政府新聞網嘅 Facebook、IG 同 YouTube 入面有旁白嘅報道片。總括嚟講， Facebook 嘅成績都唔錯，平均都有20幾萬 views， 不過有啲就少到得幾百人睇過。IG 基本上都有幾千 views， 好似呢條皇崗口岸演習仲衝到上去21萬嘅觀看次數。不過多人睇，亦都多人鬧。但好似呢條報道海南航天科技考察團就得1700個 views， 睇嚟大家都對國家航天興趣不大。YouTube 情況就比較慘不忍睹，就咁數落去已經見到有好幾條只係2位數嘅觀看次數。例如呢條皇崗口岸嘅演習英文報道就只係得40幾個 views， 多極4000幾已經頂盡。政府解釋要揾外判係因為數碼媒體組有空缺，所以先要揾外面嘅公司承包。佢哋仲話每個職位都係用政府新聞主任起始薪級點嚟計算，即係66000一個位。今年標書324萬，除翻開即係請4個人左右。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政府新聞網專訪，除咗要承辦商製作有旁白嘅報導之外，政府今年仲要佢哋開始做埋官員專訪，説好香港政府故事。除咗訪問李家超，亦有訪問一帶一路專員。所以呢個真係對我哋好大幫助。甚至同雲福苑街坊做電話訪問，呼籲其他街坊快啲買樓俾政府。唔睇右上角 logo， 你可能仲以為係港台新聞報導。而家香港政府本身係欠缺說服力，官員呢就欠缺公信力。咁呢啲主流傳媒亦都幫到盡啦。但我嗰陣時睇亦都睇到一樣嘢，就係呢啲咁嘅所謂傳統嘅宣傳方法咧係無效嘅。即係政府喺市民心目中係咩啫？啲高官係收即係好高嘅人工，但實際做啲乜嘢咧？不過係咪由治及興咧？即係大家心中有數啦。對於而家外判合約，仲要幫官員做特寫，杜耀明有咁樣嘅評價。即係假如本身個人都根本缺乏魅力，或者本身個人咧根本都係自大才疏咁嘅，咁所以變咗呢啲其實都係即係嘥錢又冇成果嘅嘢嚟嘅咯。即係你叫我睇李家超點寫啦？我用咩細節去描述？去表達佢嗰種嘅即係德性咧，咁呢啲係真係好傷腦筋嘅嘢嚟嘅。有前承辦商員工同我哋講，政府新聞網以前根本唔係咁。佢話嗰陣真係一個資訊型平台，特別係將一啲好悶嘅政策記者會，有新政府設施啟用，有啲民生活動，好中立客觀咁鋪陳出嚟，唔會特別吹噓，亦唔會主動做政治宣傳。不過佢都慨嘆，而家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只要一換特首一換處長，啲風格就會大翻轉。